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大師傅裝修公司嘅 channel啊！我叫 Edwin 啊。今日咧，我帶大家嚟睇下一個位於黃大仙天馬苑嘅居屋單位啊。呢個單位面積咧係大約415平方尺嘅，屋主咧要求改造成2房1廳嘅間隔。今次呢個單位裝修風格採用咗時尚風嘅設計，非常感謝屋主對我哋公司嘅信任啦，選用咗我哋公司嘅全拆裝修套餐，連埋升級工程嘅。今次呢個單位工程項目係包括有更換全屋嘅鋁窗啦，更換客廳同埋房間嘅地磚啦，更換廚房廁所嘅牆磚同埋地磚啦，新安裝大門2間房嘅房門啦，訂做全屋嘅家私，包括睡床、衣櫃、客廳電視櫃、儲物櫃、展示櫃等等。咁啊，仲有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玻璃玉屏啦，仲有廚房廁所假天花連埋 LED 筒燈啦，全屋嘅水電油漆連埋清潔費啦，連工包料合共4005,600蚊，我哋係絕無其他附加收費，以誠為本。首先睇睇廚房呢邊，廚房呢，我哋為客戶安裝咗上下櫥櫃啦，喺下方櫥櫃呢，預留咗位置擺放洗衣機。上方櫥櫃呢，採用咗光面門板嘅設計，方便清潔。而近廚房門口呢邊呢，我哋安裝咗一組儲物櫃啦，方便擺放餐具等等嘅用品。廚房嘅工作台面我哋採用咗黑色嘅石英石。另外喺廚房嘅左手邊嘅位置呢，預留咗位置擺放雪櫃嘅。嚟到洗手間呢邊，洗手間門我哋安裝咗呢款新式嘅趟接門，而洗手間嘅間隔可以做到乾濕分離嘅設計。淋浴區呢邊呢，我哋安裝咗呢組灰框嘅玻璃浴屏啦。而洗手間馬桶嘅上方，我哋安裝咗一組儲物櫃，方便擺放洗手間用品嘅。而喺洗手間近門口嘅位置呢，我哋安裝咗一組鏡櫃啦。好啦，過嚟睇睇睡房。第一間睡房呢邊呢，我哋為客人訂做咗呢組碌架床啦。而呢組碌架床喺唔同嘅位置，亦都安排咗儲物櫃。而睡房近窗口嘅位置呢，我哋安裝咗呢組書架連書台嘅。另外近門口嘅位置呢，我哋安裝咗一組倒頂式嘅衣櫃。好啦，過嚟第二間睡房。第二間睡房呢，我哋安裝咗呢組地台床啦。同埋呢組倒頂式嘅大衣櫃。客廳近廚房門口呢邊嘅位置呢，我哋安裝咗一組倒頂式嘅儲物櫃啦。而喺客廳近門口呢邊嘅位置呢，我哋安裝咗一組倒頂式嘅電視櫃。而電視櫃右側嘅位置呢，亦都內置咗一組全新鏡嘅。好啦，最後單位嘅大門呢，我哋安裝咗呢組深啡色嘅實心門嘅。好，今集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